都没事呢，来，哦，离得点，稍好溜的，你好等钟老的，稍好溜的都没事等的是。多加楼梯呢，都能绕。你睇是嗰個抄落先。我先不要等你们后面，反正你不要太快，我们。他们个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没2块。当前道路限速60，300米处有连续违法拍照。以前那些老母这样，啥呢？请保持直行。前方500米红绿灯路口直行，300米处有测速和违法拍照，限速60，当前车速61，请注意不要压线和闯红灯，请保持直行，走中间2车道。300米处有测速和违法拍照，限速60。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1.5公里。300米处有违法拍照，请注意不要闯红灯。请保持直行，走中间3车道。200米。